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观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在蒙古国家中央图书馆，我们即将召开的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佛教文化的大型的展览的大型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是蒙古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诞生日，因为蒙古人民为了我们这个800年，一直我们庆祝这个大型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就是蒙古国文化部和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共同主办，我们是这个成吉思汗和文化遗产的大型的展览。我们今天的展览呢是总共有15个以前是没有公开过一个大型的很珍贵的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共同展览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